刘秀芬编译。转来看国内这年母虐待囡仔致死案件爆发以后，是引起社会讨论。台北市长周万安早起嘛是第一摆针对这件代志接受访问。周万安是表示，目前正在讨论改善机制，要让社工较早去访视托育人员，嘛希望和中央建立共同访视的制度。台北市一个1岁的囡仔，去年底互合格的养母照顾，所后苦毒死亡。目前专案由台北市地检署侦办当中。最近案件大众关注，有台北市议员要求台北市府爱用地方政府的权力，增加访视托育人员的频率。台北市长周万安也第一摆出面说明这个案件，讲会延期改善，除了会提高访视率，也有提出共同访视的机制，包括委托方、受托方、保姆辖管方有一个共访的机制的建立。我们很希望能够跟中央一起来做。我已经要求社会局，我们即刻的。来提高访视的频率，所以对于出养孩子在中继受保姆托育的，我们提高每个月至少访视1次。然后的全日托育的情形，我们每年也至少访视6次。外界质疑养母甲社工的管理培训，地方政府敢无责任？周万安讲，即马社会局当咧开始对养母的认证、考核并检检视。针对疑似苦毒囡仔的细老的台北市认证合格养母，进前照顾其他囡仔敢有异常？社会局调查发现，讲过去捌有家长反映囡仔的尻川配红。前面的几次都没有相关的一个问题，我们也都有检视。那确实有一位妈妈有提到了屁股是红红的，那我们也跟家长跟保姆这边来做相互的一个了解跟确认。那当时都有获得这个相关的协助，也做转出的一个处理。好，当时并不是因为认知为照顾不好而做这样的处理。社会局表示，过去有囡仔尻川配红，迄时家长方面无认为是伤害，并无认定这个养母有问题。即摆有声音认为，负责个案的社工有问题，无及时发现问题。社会局表示，社工的工作量大，无一定通发现每一个问题。社工是基层，台北市社会局认为地方、中央甲机构这个单位应该建立共同访视机制，作为合作来防止社会安全网的浪芳。记者高宇社桂林台北报道。